大家好，我今日期咧，我想教大家嚟寫廣東話嘅一篇文章，即係我會演示俾大家睇呢個廣東話寫文章呢個大概係點寫。我會喺網上邊去是但揾一個即係一個文章，一個其他人寫嘅文章，然後我會翻譯成我嘅呢個國語字啦。然後我會俾大家睇呢個廣東話嘅國語字寫文章到底係點寫。然後我就是但喺網上面揾咗一個即係一個公開嘅文章，一個叫做澤言先生佢寫嘅一個文章。然後我會是但揀一個段落嚟寫。然後我開始寫啦，我會一面寫一面去讀呢個。然後我開始寫學院，我會全部都用呢個通用版學院。自最新一期最新一期提出香港新文學論大概意思係香港發展文學。應該跳出書面中文嘅框框，應該跳出書面，就係書面中文，就係中文，你可以中文嘅框框
可以改用，唔好意思，呢個用係一個 UN 用，改用香港話，換行香港話。話真正屬於香港人嘅語言文字去寫作，真正屬於香港，唔好意思，香港人嘅語言文字去寫作，雖然內文並冇內文並冇明言乜嘢係香港話？但係今期每一篇都以漢字書寫，詞彙、句式、
均，平均，平均，平均嘅均，均係均勻嘅均勻嘅均，均。符合，符合。粵語習慣，可以，睇得出，學院，學院，一眾，編輯，編輯，心中嘅香港話，生活中嘅香港話，生活，目中嘅香港話，就係呢支，呢支，呢隻，就係呢隻耳粵語，呢隻，呢隻以粵語為基礎發展出嚟嘅語言。為基礎，基礎發展出嚟嘅語言。用粵語書寫並唔係新事物。
清末已經有傳教士用粵語寫故仔。用粵語寫故仔，唔係古仔。民初亦有用粵語嘅報紙。民初亦有用粵語唔係粵語，用純粵語，純粵語嘅報紙。1947年嘅風言文學運動。1947年嘅風言運動亦都有一大堆粵語作品，亦都有一大堆粵語作品。1980年代打後，1980年代打後，
亦有一啲用類似問題嘅代裝書。袋裝書。呢啲例子似乎會令人覺得粵語嘅書寫唔好意思，書寫從無間斷，從無間斷。從呢個係從字從，無間斷，間斷。近年嘅書寫體，近年嘅書寫體。唔好意思，呢個係書寫。我好多時都會寫錯字，係咪書寫體？亦都只係以往粵語書寫嘅回答，亦都只係以往書寫嘅回答未必睇得出
呢個寫唔啱嘅係錯，未必睇得出。呢個係睇得出。2013年打後呢粵語風氣嘅創新之處。2013年打後呢粵文風氣創新之處，應該係處之處，其中一點就係我哋冇可能改變過去，但係仲可以改寫未來。接住學院大起嘅思潮，我想喺度回應3個問題。
希望會畀到少少方向大家。呢個少少方向。OK，咁呢個就係我今日寫嘅呢個文章，呢個抄寫係翻譯抄寫嘅文章。OK，呢個就係我抄寫嘅文章。呢個我就係展示畀大家睇廣東話，如果要寫字係點樣嚟寫，然後呢啲字係點樣去串。然後我能夠在是但寫幾句，即係揾幾個有代表性嘅句子嚟畀大家寫。我哋日講夜講嘅語言，唔係，我哋日講，唔係夜講嘅語言，點樣叫好？細個有一個經常用嘅爛 gag，細個有一個經常用嘅爛 gag，就係有人聽唔清楚。
問咩話？咩話？嗰陣大家會答廣東話。應該咁寫，廣東話到近期作家有聲無默寫故都仲有人問佢點解寫廣東話？點解叫廣東話係一個可以講幾日幾夜嘅課題？OK，咁今日我就不如就寫到呢度，因為我寫得都攰，時間都差唔多，已經影咗40分鐘。即係廣東話嘅手寫就大致係咁樣，咁就感謝大家。